好，Hello，大家好，我係 Candice，我係 My Hong Kong 嘅 CEO，咁同時之間咧，我都係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嚟嘅。My Hong Kong 咧，我哋係一個精神健康嘅慈善團體，咁我哋咧嗰個嘅宗旨咧就係確保香港咧係冇人需要獨自面對精神健康嘅問題嘅。咁其實我哋會睇到咧，香港人咧最大面對緊精神健康嘅問題有幾個範疇嘅。咁第一個範疇咧就係佢哋究竟認唔認識乜嘢係精神健康？係啦，精神健康究竟係乜嘢嘢嚟咧？係咪冇病就等於有精神健康咧？還是其實佢哋睇到咧，除咗從病呢一個向度去睇之外，其實嗰個精神健康仲有一啲其他嘅元素嘅喎，例如有冇一個意義嘅生活啦等等。究竟認唔認識咩叫精神健康咧？而第二樣嘢就係佢有冇識得用一啲自己照顧自己嘅技巧啦，係啦。而第三樣嘢咧就係咧，如果佢有冇能力去留意到，咦，其實自己個精神健康可能麻麻地喎，係需要去求助喎。咁而佢有冇呢個求助嘅意識咧？會唔會覺得求助係一個軟弱嘅地方？又或者覺得自己搞掂個問題咧就 OK 㗎啦，係唔需要求助嘅？咁如果佢去求助嘅時候，會唔會可以揾到一啲合適嘅途徑咧？第一就係公營機構，其實如果要揾一啲心理服務嗰個嘅輪候時間非常之長啦，咁而喺一啲嘅私營機構，其實價錢都好貴嘅。我會講有兩個範疇嘅，第一個咧就係自己嘅一個範疇。咁其實咧自己嘅範疇咧，我哋好多時候比較忽略就係嗰個嘅孤獨感啊。尤其是喺而家一個即係社交媒體比較即係流行嘅年代咧，好多時候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咧係對住電腦、對住 AI、對住社交媒體。但係好多時候好多人佢雖然喺一個嘅即係 virtual 嘅世界入邊同好多人去交往，但係其實佢哋自己嘅內心咧都會有一個嘅孤獨感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睇孤獨感呢樣嘢咧，我哋係即係可能比較忽略咗，就係孤獨感點樣影響自己嗰個嘅身心靈嘅健康呢一方面嘅。而喺自身嘅第二點咧，就係講關於咧。香港我哋本身係一個非常要求高、競爭大嘅一個社會嚟嘅，由細到大咧都會同我哋講要贏在起跑線啊等等，所以變相咗咧，好多人對於自己個要求都係非常之高，甚至可能有完美主義呢一個情況發生。咁其實完美主義咧，可能聽落去好似好好聽啊，有陣時會聽到有啲人就話我有完美主義，即係以為係一個即係讚美嘅字眼，但係其實完美主義咧，如果我哋從研究方面去睇咧，係一個喺唔同種類嘅情緒疾病嚟講都係一個咧共通嘅因素嚟嘅。咁點解咧？就係咩叫完美咧？其實係冇一個真係特定嘅準則喺度嘅。咁變咗好多時候咧，會不停同人比較啦，又或者咧會好多嘅自我批評、自我嘅判斷啦。咁呢啲其實咧都係會好影響一個人嘅情緒健康嘅一樣嘢嚟嘅。咁我哋好希望咧，係讓大眾咧可以有一個開放式嘅對話，係去講關於精神健康，而係冇忌諱、冇標籤、冇歧視嘅。因為其實我哋亦都有啲數據咧，喺世界衛生組織提到咧，2個就會有一個人咧係喺佢嘅一生人當中有一啲精神健康嘅挑戰。咁所以其實精神健康挑戰咧係非常之普遍嘅。咁我哋亦都啱啱做過一個國際研討會啦。咁我哋個主題咧亦都係講緊咧喺生活中嘅變幻無常呢一樣嘢。其實人生嘅階段無論係講緊即係出世啦，係啦，講緊係學生嘅年代啦，喺由學生轉做工作啦、返工啦、感情嘅問題啦、結婚啦、生仔啦，去到年老嘅身體嘅問題啦等等，其實喺每一個嘅生活嘅轉變咧，我哋都會有機會咧係經歷一啲情緒嘅變化啦、精神健康嘅挑戰啦。咁所以呢一個精神健康咧，其實係每一個人生活當中咧都係好重要嘅嘢嚟嘅。咁我都可以分享下咧，我哋其中My Hong Kong 參與嘅一個計劃叫做賽馬會平衡心間計劃，成個嗰個設計流程係點樣？咁其實我哋一開初去設計呢一啲嘅活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同學生咧做咗一個嘅聚焦小組，去了解學生咧佢哋點樣了解學校嘅一啲嘅精神健康嗰個狀況係點樣啦，係啦，佢哋心中咧其實有啲乜嘢去想做嘅。咁然後咧我哋先開始咧慢慢去設計我哋嗰個嘅 program 嘅。我哋亦都有一啲嘅 campaign 啦，咁喺社區入邊去舉辦一啲嘅講座、一啲嘅活動咧，去提高大家對於精神健康嗰個意識。再者咧，我哋有一個活動叫做我就是我，咁係一個消除污名嘅活動嚟嘅。咁我哋喺過去咧已經係培訓咗大概有100幾位嘅一個精神健康嘅大使啦。咁佢哋透過分享自己一啲嘅復原故事，咁去讓大家咧認識其實復原人士佢哋嘅經歷係點樣啦，同埋咧係去提高咧求助嘅意識咁樣嘅。咁最後咧就係我哋有一個好
緊要嘅一個嘅 campaign 叫做社區生活指南。咁喺呢個社區生活指南咧，我哋當中係會提供一啲免費嘅精神健康、一啲心理健康嘅支援。咁大概係會有6至8節嘅精神健康嘅支援咧，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嘅。咁無論佢係面對一啲抑鬱嘅症狀啦，又或者焦慮嘅症狀啦，其實都可以咧係去我哋呢一個嘅服務嗰度咧參加嘅。其實喺處理呢一個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嘅一啲挑戰嘅時候咧，我估亦都同我哋處理日常嘅壓力咧係非常之有關嘅。咁我估第一個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咧要去意識到咧，究竟自己咧喺生活當中邊一方面咧係最容易受壓嘅。咁因為有陣時有啲人可能係家庭啦，有啲人可能係工作啦，有啲人可能係即係感情生活啦。究竟通常我哋個壓力點喺邊度咧？咁我覺得我哋要自己咧去提高呢一個嘅意識嘅。咁當我知道自己嘅壓力點之後咧，其實我就可以再觀察下咧自己嗰個嘅壓力嘅反應係點樣啦。例如講緊當我面對呢個壓力嘅時候，我個情緒其實係會點樣咧？係啦，我嗰個嘅諗法會係點樣咧？即係會唔會有陣時我會覺得呢啲全部都係自己要去承擔嘅嘢，又或者我會覺得呢一個嘅問題咧係好嚴重嘅，如果做錯咗咧就會有 ABCDE 咧發生啦，就好非常之災難化咁樣啦。咁亦都咧可以留意下自己喺呢啲壓力點嘅時候咧，嗰個嘅行為嘅反應係點？究竟我會係屬於去逃避型啊，還是我係即係會積極處理問題啦？究竟我嗰個嘅方法係點樣咧？咁呢一啲咧都係我哋話一啲咧好簡單嘅一個嘅工程式啦，讓我哋咧係去即係將壓力或者係一啲精神健康挑戰咧係去分解佢出嚟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如果當我自己咧，其實你啱啱聽到咧就係當我對自己嘅自身更加了解、更加有意識嘅時候咧，其實我就有一個嘅清晰嗰個嘅指南咧，係去睇下咁下一步可以點做咧。咁當然啦，有陣時咧有陣時自己諗嘅方法咧都未必係即係最幫到手嘅，所以不妨可以係同朋友傾訴啦，係啦，亦都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係可以揾專業嘅人士幫手，咁多一個嘅意見，即係多一個嘅方法一齊去諗咧，咁其實點都會比即係獨自面對問題咧係更加好嘅。咁有幾點嘅，第一咧就係究竟服務使用者嘅需要啦，又或者即係你設計緊嗰個呢個 program 究竟個對象佢嘅需要係啲乜嘢嘢咧？咁呢樣嘢好重要嘅，因為好多時候咧就係我諗你需要啲乜，咁但係其實對方需要啲乜，我哋會唔會即係都可以多啲了解對方係啦，以至到咧係喺成個設計過程當中咧係更加真係關顧到對方嘅需要咧，或者即係對象嗰個需要啦，呢個第一點啦。而第二點咧就係安全啦，係啦，嗰個安全就係講緊咧究竟我呢一個嘅program 其實係咪真係安全嘅咧？亦都係即係保護到一個嘅私隱嘅咧？因為精神健康其實都係一個好私人嘅一個嘅問題嚟嘅，所以我哋設計當中咧都希望可以有安全同埋私隱呢一樣嘢。而第三樣嘢咧就係講緊個包容性啦。咁啱啱講話其實一個 program 就算講緊中學生呢個對象，但係中學生都好多嘅喎，有男女啦，唔同由12歲去到18歲，即係唔同嘅年齡層啦，甚至就係可能講緊唔同嘅語言啦，係啦，即係有啲可能係廣東話嘅，係啦，普通話嘅，又或者係英文嘅其他少數族裔嘅，咁係咪都有一個嘅包容性喺度咧？最尾咧就係講緊究竟個參與度啦。好多時候咧，我哋設計咗一個 program 咧，都好希望啲人係投入參與噶嘛，係啦，咁所以即係點樣令到嗰個嘅 program 係可以有更加多嘅 engagement， 更加多嘅參與度咧？咁呢一個我覺得都係重要嘅元素嚟嘅。Idea Pop 創意想法 keep 住 pop。